因为去年风台再加上今年天气是真冷，台东县的牛油果传出灾情，收成会受到影响。伊嘛望讲农业部会将来提供灾损的救助。看起来发甲真暗的牛油果树，农民所发现开花期结束，无亲像去年同款，结果结真济，而且都已经结无几粒，阁随时会落去。空炮弹。台东县是国内第3大牛油果的产地，面积大约260公顷。农民讲，往年一甲地会当收入大约100万，今年花开真济，叫是会丰收。后来所发现无条果，损失惨重。伊这无条花就是拢无啊，个拢无啊，含条嘛无啊，这要哪生活？台东农改场表示，今年年初牛油果咧开花时阵，碰到寒流甲落雨，影响条果率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它必须还要有授粉昆虫。那这个授粉昆虫的话呢，本身来讲，主要的是蜜蜂。那蜜蜂大家都知道，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，它就不做工。农民讲，其他南部的城市的牛油果嘛有相款的灾害，希望政府会当列入天然灾害救助的对象。不过，县府表示，因为牛油果的品种上济，开花结果的时期无同，请农民先甲各乡镇市公所提报灾害，等灾损调查有结果了后，才搁甲农业部提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